國際300婦女節起源於20世紀初，喺工業擴張嘅年代，女工走上街頭爭取權利。1945年簽署嘅聯合國憲章，第一項就係將男女平等宣布為基本人權嘅國際協定。婦女地位多年嚟提高咗幾多啦？默克爾係第一位德國女總理，高居福布斯雜誌最有權力女性榜首。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年過66歲，仍然被視為下屆總統熱門候選人。喺香港，特區第2把手之位，陳方安生之後有林鄭月娥，政績亦都喺佢高企嘅民望反映出嚟。香港女性嘅地位係咪達至同男性一樣呢？根據統計處2011年嘅普查數據，分析勞動人口兩性收入分佈，發現月入3000蚊嘅低收入人士，女性多過男性1倍。收入越高，差距就開始收窄。到月入8000蚊以上呢一個組別，男性就開始多過女性。月入3萬蚊以上嘅男性多女性7成幾。根據聯合國嘅統計，一個地方如果飢餓嘅情況越嚴重，兩性唔平等嘅情況亦都會越大，男女平等道路仍然漫長。